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月24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7篇第7节到14节，士师记第7章12节到22节，腓立比书第2章12节到1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无通知节。如果基督徒的信仰内面咱所强调的是迄个罪人受呼召，咱是安怎会当讲咱要真做一个无通知节的人呢？咱那个毋是真完美啊！伫昨昏咱有讲到一个真做一个光明之子，意思就是讲基督徒的性命爱会通见光。并且爱活伫迄个光的下面，那安尼的生活就是一个新的生活，会准前下骹的生活，是一个迈向光明的人生。来讲，咱的目标就是迄个完全的上帝的形象。无通知节是咱基督徒的目标。毋是咱的成果对咱来讲，伫生命中间有上帝的保守甲带领亲像士师记第7章所记载，以色列人甲米甸人的战争同款。基甸伊所带领300个壮士，伫人数顶悬甲米甸人来讲是相当差别真大，但是因为基甸虽然信心无够，却愿意完全来顺服上帝的领导，行了伫上帝的光明的中间。伫整个的米甸的军人甲以色列人的战争来看，咱看见基甸甲300个勇士是一个无通知节的战争。圣经安尼来记载，基甸听到这个梦甲梦的解释，就敬拜上帝，转去到伫以色列的营寨中间，伊讲起来吧。耶和华已经将米甸的军队交伫恁的手中啊！因为安尼，基甸将300个人分做3队，甲空管拢交伫逐人的手中，管内底拢藏着这个火把。吩咐因讲：恁着爱看我来行事。我到伫营的边怎样行，恁也着怎样行。我甲一切军队我的人分扫角的时阵，恁也着伫营的四围分扫角。大声喊讲：耶和华甲基甸的刀，基甸甲军队伊的100个人，伫3更的开始。接换更的时阵，来到伫营的边就吹扫角、分扫角，拍破手中的盘。3队的人就拢分扫角，拍破手中的盘，倒手摕着火把，正手摕着扫角，大喊讲：耶和华甲基甸的刀。因伫营寨四周围，逐个拢徛的所在，全营的人拢四界乌白状，300个人伫遐喊休，互因伫遐来乌白走。300个人就分扫角，耶和华互全营的人拢用刀来互相斩杀。刀走到伫西利拉的伯哈士伊。伊直到这个赶军伊塔巴的阿伯米荷拉，
当因伫面对米甸的人的战争的时阵，因见证了上帝的名，互上帝的名通好得到荣耀，会通讲是活伫这个光明的下面，是无通指责的。特别咱也有讲到，伫这个战力差别遮尔大的这个情形内底。咱看见以色列人对32000人减掉22000人，佮扣掉9700人，然后只有剩300人的军队。这个300人的军队会通讲是真精兵啦吼，随时拢真会晓警戒。因所代表的就是上帝的兵丁，来对新约来讲是基督精兵啦吼。为了必须安尼来提醒咱，安尼个看来，我亲爱的兄弟，咱既然常常顺服的，不但我伫恁遐，就是我如今无伫恁遐，搁较是爱顺服，恁着。就着惊兄来努力做恁得救的功夫，因为恁立志行事拢是伫上帝伫恁的心内底运行，是要来成就伊的美意。凡所行的，都拢毋通来发怨言，伫遐起争论。互恁通好无通指责，诚实无假。伫这个顽强悖逆的世代，会通做上帝无下士的儿女。恁现伫这个世代中间，好亲像真光咧照。光伫迄个世间，将这个生命的道来表明出来，叫我伫基督的日子，通好看我无空着我，无空来做这个代志。我用恁的信心做献上的祭物，我若互这个被关押伫顶悬。也是通欢喜的，并且甲恁众人会通做伙喜乐，恁也着爱照样得到喜乐，并且我甲我一同喜乐。基督徒要伫心里时常来记得上帝的旨意，遵行上帝旨意来行。亲像今仔日的经文13节所讲的，因为恁立志行事拢是上帝伫恁的心内底运行，为着要来成就伊的美意，所以真清楚基督徒的性命会当来达到无通指责，是因为咱的心内有上帝。咱所要追求的是一个诚实无虚假的性命，并且袂当伫遐来发怨言，也毋通伫遐来起争论。亲像基甸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共款，基督徒所要追求的就是这种的生活的标准。互咱基督徒的生活成做一个无通指责的人，嘛因为安尼会通来见证主的光。诗篇27篇第7节到14节，上主啊，我求叫的声求你听，求你怜悯阮，应答阮。阮的心对我讲，就来条件伊。上主啊，我来条件你，求你毋通面越走，毋插阮，毋通受气赶你的仆人。你一直是我的帮赞，拯救我的上帝啊！
求你毋通拒绝我、放杀我，说使我的父母去杀我，上主嘛一定会收留我。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应该爱行的路，因为对敌在长等。求你带我行边塔的路，毋通照对敌的心愿，甲我交互因，因为因用假的感情来恐吓我。我深信一项事，我要活地的日，要享受上主的恩惠，着信靠上主，着勇敢壮胆，着信靠上主。求主帮助阮，不但会通亲近光来成做光明的儿女，也互阮伫生活的中间充满着美好的见证，成做迄个无通指责、忠心的仆人。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免。